大家好，歡迎嚟我嘅頻道。天氣一熱，相信大家都鍾意食罐頭。以下5款罐頭，勸你最好別買，讀過地溝油，食咗傷肝腎。第一款你肯定成日買。今日分享呢期視頻，可能會得罪好多暗家，但為咗屋企人健康，我必須要講。你平時隨手就拎嘅罐頭，可能比地溝油仲要傷腎傷肝。國家抽檢多次曝光防腐劑超標、爛果原料、重金屬殘留、受藥超標等問題，呢啲罐頭正悄悄流入我哋餐桌。接下來5款，第一款家家戶戶都囤，長期食等於慢性傷肝傷腎。睇完呢條，你再決定要唔要繼續買。講個真實故事，舊年有位粉絲私信我，38歲，平時工作好忙，日日午餐肉罐頭配泡麵，連續食咗差唔多1年。後來檢查發現腎功能異常，肝臟指標超標，醫生明確話高磷高鈉添加劑長期累積，將肝腎累壞。仲有位寶馬俾細路仔食廉價黃桃罐頭，結果細路上吐下瀉，檢測出防腐劑超標2倍多。呢啲唔係危言聳聽，而係市場監管總局歷年抽檢嘅真實結果。今日我將呢5類最危險嘅罐頭全部拆解，每一款都有依據。第一款，午餐肉罐頭，即係你哋說舉最常見嘅廉價午餐肉罐頭。佢嘅危險比地溝油更隱蔽。1. 高磷加高鈉雙重傷腎。一罐午餐肉嘅鈉接近成人一日攝入量，磷酸鹽超標會加速腎小球損傷，長期食容易出現蛋白尿，腎功能下降。2. 亞硝酸鹽隱患。劣質肉源用亞硝酸鹽提色防腐，在體內會形成亞硝胺，強致癌兼傷肝。3. 劣質肉源好多用淋巴肉、碎邊角料，甚至受藥殘留超標。國家抽檢多次曝光，好多人圖方便日日食，以為只係唔健康，其實係持續加重肝腎負擔。第二款，一氧化碳化式金槍魚罐頭。平嘅金槍魚罐頭，商家用一氧化碳鎖式，就算肉已經變質，依然粉嫩新鮮。變質魚肉產生組胺同細菌毒素，食完惡心嘔吐，嚴重嘅損傷肝腎。重金屬富集，長期食影響神經系統同肝臟代謝。國家明令禁止笑法式用於水產罐頭，低價款幾乎都在違規操作。第三款，爛果原料水果罐頭。暗家用腐爛果、落地果熬煮，霉菌產生黃曲霉毒素，高溫度都殺唔死，強致癌直接傷肝。為咗遮味，甜蜜素、山梨酸鉀超標2至3倍。2025年新規明確罐頭唔准加防腐劑，呢類全部係違規產品，尤其對細路仔，會傷害佢哋嘅肝腎同發育。第四款，劣質醃製蔬菜罐頭，例如鹹菜類罐頭。高鹽傷腎，劣質產品亞硝酸鹽、苯甲酸鈉超標，長期食會增加肝癌、胃癌風險，水腫、血壓升高都係早期信號。第五款，廉價紅燒肉扣月罐頭。呢啲肉食罐頭用過期肉、回收肉，添加大量香精防腐劑掩及異味，飽和脂肪加添加劑混合，肝臟代謝負擔極大，容易引發脂肪肝、腎功能損傷。講到這裡，可能有人會話，罐頭再差，仲能比地溝油毒嗎？我話你知，真係可以。地溝油你一般唔會主動去食，就算食到都係偶爾一次。但呢啲問題罐頭，你係日日食、餐餐食，俾細路食、俾老人食，佢嘅危害係疊加式。高鈉傷腎，防腐劑傷肝，重金屬積累，亞硝酸鹽致癌，幾種毒素一齊逼入身體，肝腎根本代謝唔過來。短期你可能只係口乾、上火、冇力氣，長期就係慢性腎炎、脂肪肝，甚至有發癌變。而且佢藏得深，包裝好睇，味道香甜，你根本唔知自己食緊毒。邊啲人最容易受傷？尤其以下4類，一啖都唔好碰。第一，老年人。老人家身體代謝慢，添加劑排唔出去，容易加重心腎負擔。第二，
細路仔，腎臟未完全發育好，防腐劑同重金屬會影響身高同智力發育。第三，孕婦，會透過胎盤影響胎人，嚴重可能導致發育問題。第四，本身有高血壓、腎病、肝病嘅人，食一次可能就加重病情。好多家庭就係覺得方便，隨手囤一堆，結果害咗脆弱嘅人。食咗問題罐頭，身體會出現咩信號？一旦出現，趕緊停食罐頭。一、朝早起身眼皮、手腳浮腫，呢係腎臟代謝問題。二、經常口乾口苦、面色發黃，呢係肝臟求救。三、血壓莫名升高，頭暈乏力，高鈉作怪。四、頻繁拉肚，腸胃唔舒服，睡眠罐頭已經變至污染。出現呢啲情況，唔好硬剛，要及時去醫院。好啦，今日呢5款危險罐頭就同大家講完。方便永遠比不上健康，趕緊轉發俾屋企負責煮飯嘅人，唔好再讓呢啲隱形傷害揾上家人。視頻就分享到呢度，多謝你嘅觀看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